分三：忍辱他人邪行者安忍，忍耐求法苦行者安忍，不为甚深法义者安忍。哎呀，这三种就是一个呢，就是相当就是他人对我做一些不理的事情呢，我们就是一切都是要安忍，这个是一个吧，对不对？这个方面不用特别多的解释。所以这个里面呢，我们就是有学过的，有那个修行八僧当中，一切胜利圆满都是有丰盛给他人，一切的亏都是自己来吃。那么有这么一句话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内容一样的。这个我们长期都一定要知道。我们平常我们都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实践人就是有一种就是一定要讲道理。所以要看事情的经过啊，什么就是一切都是要看谁有道理，谁有没有道理，这种去看。但是这个来说的，就是实践人做的，不是我们修行人做的。一切就是我们就是按道理啊，什么就谁对我就是有不礼貌，或谁对我不理，然后我也是同样的对他不理的那种想法，这就是实践的道理。从实践的道理上讲，或者是从法理上讲的话，那肯定是对的。但是我们对一个修行人的一个修行的怎么说呢，道路上，作为一个修行人，以修行的道理来说的，那是不对的。因为我们是修行人，我们修行人的这个怎么说呢，那个怎么说呢，行为不应该跟实践人一样。实践人的行为呢，就是在以我为重要，修行人的行为应该是以他人为重要，所以这两个完完全全就是相反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重点，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。很多人来说到，就一开始想要学佛的时候，当然学佛也是为了自己啊，而且为了自己是没有错，对的，可以，但是为了自己就是要获得生生世世当中呢，就是得到究竟的一个佛陀果位的，以这种想法是对的。但是为了自己今生的快乐，今生的这种怎么说呢，那个实践的这种利益的想法是不对的，那是错误的。所以我们刚是为了实践的利益的时候，那不修行的情况下，以实践法方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能够可以利益自己的方式。就像比如说一个人从小到大学习，然后工作挣钱成家等等，各种各样都是为了自己，都是就会去做这个方面努力，都是为了自己要这个人生要过得更好一点，或者是说为了自己的小孩，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后代等等，就是要为了更好一点。从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是有这种想法，都是有大同小异，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顶多就是小时候主要是一开始是为了自己，到了这个怎么说呢，成年了有能力了，那么就在年老了，为了后代什么等等各种各样的想法，但怎么说也是为了自己的，而且都是短暂的利益。这个呢，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都是要放弃的事情，我们就是必须得要断除的一个行为，内心里面必须得要断除的一个起心动念。我们内心里面断除这样的起心动念的时候，我们必须的，我们的行为也是要变成内心的起心动念一样的，要达到这样的行为才是有用的。如果我们内心里面有不同的这种非常完美的一个想法，但是一切行为都是有完全相反的情况下，那我们的修行是没有用的。那么我们修行人的修行是什么呢？相当就是我们非这个实践的这种自己的利益的，而且是要得到就是更大更究竟的利益，而且不光是自己，所有一切众生一定要得到究竟佛的果位，以这种的行为，这种的那个起心动念是我们佛教徒的发心，大乘佛教的发心。那么我们大乘佛教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和这样的发心的时候，我们的行为为何要变成跟实践人一样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讲到今天如果遇到一点点的困难的时候，都是讲
时间的这个道理，然后就是动不动就是讲法令法规什么就时间的道理这些，那就是一定要知道自己一直都给自己说自己不是什么修行人，自己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实践人。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必须得要想起来啊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方面我能让就尽量让，而且是按道理来说的，我必须得要让，但是看我的修行的程度，我能让多少，能够可以让多少，要去这样去看啊。那么我们就平常呢，就是在有一些时间的这种行为里面，也是有一些道德的行为，跟有一些那个时间的一些那个怎么说呢，那个比较有那个对尊重的地方就尊重啊等等各种各样，就像比如说你去坐公车的时候，就是有行动不便的人，你进去的时候，很多年轻人会退嘛，很多会怎么说呢，让你坐那个椅子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些来说呢，就是也是实践的好的行为，善的行为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实践的有道德的行为。那么我们修行人来说到，就不光是这样的行为啊，我们没有任何的那个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，那就是要让，这就是我们要修持的。所以我们的安忍是主要是有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你才可以修安忍啊，你可以达到安忍的功德啊，你才可以在修持安忍的方面就是修持圆满。如果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刚刚的这个第一个安忍是没有对方可以修啊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就是在山上闭关20年，没有人打扰你，没有你吵你，没有你闹你的时候，没有人闹你的时候，你在20年的时间里面都是没有办法修到安忍。为什么呢？安忍有好几种嘛。第一个安忍你没有修到，为什么？没有修安忍的对境嘛。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，非常重要的。自尊作为